台湾性别代表这个世界，毋是干那查甫和查某这两种。那英国最高法院上新的裁定，说讲女性的定义是生理女性，所以跨性别者伫咧平等法内底无算是女性。这项消息嘛，随引起各跨性别族群的批评。听到最高法院内底传出重大消息，这阵人是大声欢呼。女性定义是指生理性别是女性，跨性别人无伫内底。Today, the judges have said what we always believed to be the case, that women are protected by their biological sex, that sex is real, and that women can now feel safe. 最高法院支持女性权益团体苏格兰妇女立场，暗过也建议唔通将这判决解说是社会中一个实在是真侪群体胜利，来牺牲另外一个群体利益。Unanimous decision of this court is that the terms woman and sex in the Equality Act 2010 refer to a biological woman and biological sex. 不过，跨性别族群对最高法院这消息无法度接受，认为违反人权。法院补充，这裁决并无剥夺跨性别者的法律保护，跨性别者依然受性别变更手术歧视禁令的保护。It feels just like we're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rump's America. 这样也是因为苏格兰议会2018年通过一项法律，迄时阵规定苏格兰公共机构的董事会当中，女性代表应该50%。将跨性别女性也纳入女性的定义内底，引起苏格兰妇女提告。苏格兰妇女支持者之一是英国有名的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伊明确表示，跨性别女性的权利不应该用牺牲生理女性的权益做代价。另外，国际调查组织等反对这项裁决的人士是表示，将跨性别者排除伫性别歧视保护之外，甲人权法相冲突。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